彈性素食喺享受同健康同氣候之間間條生路。紅肉食得多，身體先瘦，心血管疾病、腸癌、糖尿病都同高脂肪、高熱量嘅肉類有關。減少紅肉，增加啲蔬菜、豆類、果仁，腸道順暢，血脂下降，代謝改善，唔使清盤革命，只要調整份量，身體就會有回應。對自己好，亦都對地球好。根據聯合國同好多大型研究，畜牧業佔全球排放高達2成，牛羊排、甲烷、飼料需要土地，森林被砍造放牧，水源被佔用，生態被破壞。每一塊牛排都牽涉到森林、能源同碳排。在暖化急升嘅年代，食咩已唔止係飲食選擇，更係地球承受力嘅試金石。但飲食涉及家庭、文化同味覺，要一刀切，茹素唔容易，好多人都唔願意放棄肉食嘅快感，所以彈性素食 （Flexitarian） 就成為折衷之道。唔使放棄，而係調整；唔使禁絕，而係減量；唔反對享受，而係令享受唔再成為健康同氣候嘅負擔。彈性素食嘅光譜好闊，有啲人每日1-2餐素，有啲人每週1-2天素，有啲戒紅肉但仍食雞同魚，有啲食魚唔食肉，即係魚素 （pescatarian），有啲食蛋奶唔食肉，即係素食 （vegetarian）。再上一步就係唔碰任何動物產品，即係純素 （vegan）。每個人可以喺其中靠到自己嘅位置，唔使強迫自己，亦都唔使標籤他人。改變最好由細開始，紅肉減半，雞魚做替，豆腐、菇菌補蛋白。若果做到1日1餐素，已經係貢獻；若果做到每週2天素，效果更大。核心一句，保留享受，但減輕代價係成熟嘅表現。英國近年變化特別明顯，絕大多數餐廳都有素食選項，從咖啡店到連鎖店都係，街頭市場同超市都充滿植物基食品。素食已經唔再係小眾，而係主流嘅一部分。如果呢種做法可以向全世界蔓延，肉類需求就會逐步下降，排放自然隨之減少。真正嘅挑戰唔係素食本身，而係我哋可唔可以放鬆慣性，俾自己開一條新路。食物入口係享受，亦都係責任。願意少食一啲肉，就係為身體爭一口氣，亦都為地球爭一口氣。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讚同訂閱胡思動明頻道。下次再見。